啊，继续来看立委齐卡森日前提出着外交部的机密文件，质疑台湾甲捷克所签订的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涉嫌独立，结果去互外交部甲告泄露国防机密。啊，齐卡森是讲，捷克外交部的国际期刊早伫3月份就有讲出这件代志，伊讲伊所公布的内容并无超出公开资讯。啊，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日接受访问时讲，关键的问题是出伫个齐卡森提出机密的 MOU， 就是机密的备忘录。吴钊燮讲，伊正相信，讲这恐惊会冲击到国家的利益，会冲击到行政甲立法的关系。不过，齐卡森阁来反击，讲泄露机密是吴钊燮单方面的讲法，讲后礼拜将会针对这件代志安排吴钊燮到立法院来备询。对我来讲也是很伤心的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是相当的特殊，那造成说行政部门必须要去告立法委员的这个事情哈，对行政立法之间的那个关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今到要提过这步，外交部长吴钊燮讲正伤心，因为国民党立委齐卡森进行这个台湾和捷克援助乌克兰的专案公布部分的文件，去互外交部提告漏泄秘密。是讲齐卡森反击，强调捷克外交部的国际期刊早都伫3月份就报过相关的资料。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约本拿出来给大家看，捷克也没有把这个约本拿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是关键。大家真的以为只要在一个秘密的空间里面讨论，那我们碰到弊案揭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诉讼了吗？这只是吴钊燮单方面的说法而已。对于机密的定义无同，齐卡森强调公布内容并无超过公开资料的范围，而且若是双边政府签的是秘密的 MOU， 捷克嘛无可能看伫官方期刊，现怎捷克政府会当光明正大跟台湾锵锵？我们事前不知道，然后看到他把那个文件拿出来就秀给记者看，已经出去了，他已经傻眼了。我对他也很傻眼啊！说告我藐视国会罪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很傻眼。过去捌牵涉到漏泄秘密案件，那也立委马文君嘛讲，合约内底规定必须爱30%用伫采购台湾制作的医疗器材是我方的要求。既然安尼，现在不会直接由我方提供器材。这个是2014年立法院的决议，那这个决议出来之后，我们外交部在处理员外的这个预算的时候，都依照这个相关的这个决议来处理。那我们的招委下礼拜会派吴钊燮部长来，也不过其他什么证据唔那安尼。伫金华城附近的旧厝，马洪质疑讲有超大插棒的问题。齐卡森更加怨叹讲有网红到因兜的门卡口翕相，去律师林志群打出齐卡森过去捌到前总统赖清德的老厝，这个违禁的相片来甲扣死。马洪最近风波真济，齐卡森证据各加一条。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